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今仔国内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依然家人台北市网甲新北市蘆洲、中和拢出现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复杂。拜六礼拜国中会考无开放备考，考生全程拢爱挂喙暗。台北市表示为几个月迄科得0分。美国上大的石油运送公线公司因为骇客攻击已经关起5天，民众惊无油通用，加油站排队排甲落长。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4个境外病例，嘛一口气增加16个本土病例。目前防疫警戒暂时是维持第2级。今仔16例中有3例是宜兰罗东案例接触者，有10例是前社会会长的接触者，其他3例感染源搁查。指挥中心表示，目前算是宜兰搁有新北市2件关注感染的事件，所以警戒暂时无升级。那么赶紧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境外这一入有4例哈，那有3例从菲律宾，那1例是印度哈，总共有新增的16例的本土案例，那1例调查中。我们大概从1216就是宜兰本来的1202，他们在工作场合的一个接触者，12接触者，其中有1位是小学的是一个小学的学生，那同班的都已经列入居家隔离。另外，好像学校也停课了吗？会是1217那是在基隆长庚检验出来的基隆长庚检验出来的。对，狮子会的接触者总共有9位。这个群聚到目前是有11位，有11案有11案。那1220。它是在中和这边被验出来的那1221它是在也是在台北验出来的，一个在新北验出来，一个在万华验出来。不过2位他们比较特殊，他们都在万华区的茶艺馆工作目前咱国内已经是真紧张哦。伫民进党下晡中常会进前，总统蔡英文嘛发表谈话，爱大家团结，嘛表示讲咱国内的防疫物资是有够的，请大家放心，唔通惊吓，嘛唔通相信一寡假信息，大家爱团结防疫，渡过这届的难关。目前呢，防疫物资跟医疗的系统都是充足的，请大家放心，疫苗也会陆续到位。我们也会协调相关的部会和地方政府，共同强化防疫的措施。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段期间会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讯息、假讯息，请大家收到有疑虑的讯息的时候，请快查证，不要轻易的转发。我也会请指挥中心加强正确信息的宣导，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过去1年，我们全民同心守住疫情；未来1年，我们更要守住台湾，团结防疫守台湾。相信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我们能再次度过这一波疫情的挑战。台湾一口气就出现真侪找无感染源的本土病例，嘛唔那一个社区感染哦。有感染科的医师就呼吁讲，咱国内爱马上来扩大采检，有出现镜头的民众上好拢采检。嘛有专家认为讲，宜兰甲新北市的个案，这嘛有可能是华航的群组感染有关系。影响家人也传出疑似有确诊个案，市府派员到家人火车站进行预防性消毒。台湾进入社区感染防疫阶段，不明感染源，互民众烦恼。感染科专家分析，由时间点来研判，新北甲宜兰的个案无定着甲华航机师参诺富特群组事件有所关联。华航的清零专案也是爱确实进行，阻断可能借由航空业为国外炸转来的病毒。时序跟逻辑上来讲的话，从机场进来的机会会比较稍微高一点。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去看病毒基因序列的分析。如果2个事件它的病毒基因序列是一样或类似的话，就可以讲说它可能是同一个来源。否则的话，我们要去继续追查到底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漏口。
另外，有感染科专家分析，台湾目前正伫多点爆发，疫情一旦扩散开来，就真歹预防。民众要确实落实个人卫生，并洗手消毒、挂喙罨，避免密闭空间群聚。另外，建议政府要扩大体检，让有疑似症状的民众拢会当方便采检，才会当阻断病毒一直扩散。我们要有一些检验的筛检站哈，让民众自己觉得怪怪的，想要验都可以了。哦，就像仿照当年韩国一样，它就有点像麦当劳或什么，就开车来，我就帮你验半个小时，告诉你结果。医师也建议政府疫情当咧扩散，应该要开放民间厂商，也会当进口疫苗。安尼，将互民众有更加侪厂牌疫苗会当选择，一定会当提悬注疫苗意愿，提早达到集体免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伫立法院，立委嘛拢真关心哦。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伫早起嘛表示讲，目前的疫情是真紧张，若说真正有空芳，嘛有可能真紧就会提升到第3级的防疫。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警讯，礼拜21雄雄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其中包括2件感染源不明的社区感染事件。有立委是烦恼社区恐惊还有其他隐形传播链。对这件代志，卫福部长陈时中面色沉重表示，目前疫情相当的严重，若做防治失败，真有可能伫最近升级为第3级，也就是一礼拜出现3件社区规定感染的事件。停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个人以上的聚会。那你下一个阶段的防疫的措施，可不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国人呢？我们大概很有可能会进到第3级，所以疫情是非常的严峻啊，疫情是非常的严峻。这个时间里面，真的是要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跟地方一起合作，能够把围堵的事情把它做好来。因为国内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有专家建议应该全面普筛，才会当揪出社区微爆弹，也加无症头的感染者。不过，陈时中认为，扩大采检加扩大居家隔离，比普筛更会当防止病毒的传播。侯友宜市长也现在提出了高危险区进行普筛，您自己的看法呢？好，不要说这主要的确诊者的接触者的隔离，然后跟筛检做得慢。然后花时间去做其他想象中的风险区域，那让主要的业务没有办法达成目标，那这是我们不乐意见到的。陈时中强调，目前国内医疗量能是有够的，已经要求隔离也加应变病院，这礼拜爱健康相关的病房提高戒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疫情嘛已经进入社区感染，即嘛想要注意防晒民众是愈来愈多，佮加上这礼拜一开始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会使做哦，即嘛排队等要注射的人是真多，所以咱国内目前的疫苗应该真紧就会拢注了咯。到28号来咯。叫着后辈准备要来注疫苗，第一步先来了解身体状况，还是无问题，都要来进入到注射区准备注射。那打针的地方可能会红肿啊，不用太紧张，3天后就会退掉了。疫情有进步，每一个病院想要来注疫苗的人，会当讲是满，像讲是新北市邦桥阿东病院特别设置的65岁以上的注射专区，伫拜三一透早8点外，都已经有100多人来接排队。病院表示，5月10号开始来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来注 COVID-19 疫苗了后，这预约的人数是一直在增加，每一人拢是满的。尤其最近疫情来升温了后，想要来注疫苗的人更加是增加。因为疫情不是很乐观的，所以要先来打才有保护啊。就想说疫情这么严重，赶快来打才有保护力这样子。民众为着防疫来注疫苗，不过伫注射了后，搁留伫现场观察半点钟，才会当离开病院。医生讲啊，上常看到的副作用是，亲像讲人会感觉真酸，啊，搁会发烧。发烧畏寒大概有30%左右。那其实我们大家最担心的是严重的副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就只有我们医院之前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同仁有那种比较类似严重的过敏反应。那其他的打到现在，我们大概累计打了4000人了，目前看起来其他就还好。另外，干嘛关心？即马大家想要拍第一波 AZ 疫苗，2个月了后，刚有疫苗会当来拍第2剂。第2剂我们有问卫生局，他们是说中央跟他们说还会有新的疫苗进来，所以还是尽量打。因为其实目前5月底有一批，6月中有一批会到期嘛，所以目前还是在尽量施打中。
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5月11号为止，总共有超过10万1000人已经来注过疫苗。以即马国内所有的31万剂来讲，差不多是1/3。未来敢有法度稳定来取得偌济数量，还有偌济种的疫苗，会是国内防疫的重要关键。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咱国内疫情是真复杂哦，所以希望民众拢会使顶真来防疫。早起有几个内湖区的里长嘛出面指控讲哦，伊家己的里为着病华航技术的行踪，里长拢无法度伫第一时间来了解，嘛造成在地民众的惊吓。因呼吁中央传达资讯哦，嘛应该爱快速透明。国内爆发本土疫情，进入社区感染，不排除有隐形传播链。身为防疫第一线的里长工作更加重。也毋过为华航技术事件来看，内湖区真侪位里长办公室的电话，互里面卡甲要烧去。也毋过调病技术卡热，换一礼拜才公告。有里长讲到最近的无奈，忍不住后甜。第一个就是要顾所有的乡亲的安全。那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站在第一线是没有办法为我们乡亲讲话，又这么可怜呢？你知影无？里长指控社区出现确诊者，家己也唔知影第一手的资料，甚至向真侪单位确诊拢碰壁，而且中央发的确诊者卡热日期也错误，种种的问题拢只会互居民更加惊吓。我们下面都已经在做了，为什么上面都看不到、听不到？我相信这一次的扩散，5月4号、5月5号这一天的差误，那个病毒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中央的话，他们就是说很多事啊，都是在隐瞒。知道的话，他也不要公布。民政系统是全民防疫袂当欠的一部分，疫调宣布时间的误差，也互社区消毒作业拢晚一步。捌经过 SARS 抗疫阶段的老里长，拢建议中央资讯公布应该爱快速透明。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5月24日要开幕，台湾到今阁还未收到邀请。中国国台办是表示讲，台湾进前是以中华台办名义参加，是两方协商了后特殊的安排，嘛是爱遵守一定原则哦。会造成现在状况，民进党想要利用疫情来操作独立，这爱负上大的责任哦。也毋过国际上小挺台湾的国家是愈来愈多，斯洛伐克的国会、有美国、甲日本哦，拢公开表态，讲因支持台湾参与 WHA。WHA 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开幕，线上的报名时间到10月为止。咱国到即马拢无收到邀请函，恐惊将会连续5年无法度参加。中国国台办伫早起开记者会，重新提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将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进前会当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是两方协商了的特殊安排。民进党以疫情想要独立的想法，是爱负责任的。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的炒作世卫大会涉台问题，编造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的政治谎言，借疫情大肆进行政治操弄。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以疫谋独，而不是真正的关心岛内民众的健康福祉。伫国际之间挺台声音拢无停，国台办也希望国际唔通干涉中国的内政，拍台湾牌是无效果的。也批评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台独的顽固分子，会严挺依法重新对质。伫咧 G7 外长联合声明甲法国参与去了后。斯洛伐克国会外交委员会伫10日也表决通过支持台湾参与 WHA 决议案，这是斯洛伐克第一遍通过有我的议案。另外，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也表态挺台湾。と WHO で一貫をして主張し、台湾の WHO 総会のオブザーバー参加を一貫して支持をしてきたところであり。伫斯洛伐克国会也个国际支持台湾参与 WHA， 外交部表示欢迎加感谢，尤其伫咧 WHA 召开进程特别有意义。外交部也甲卫福部继续努力争取，一直到最后。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政府机关的防疫嘛已经提悬哦，今仔开始到6月7日，立法院甲行政院是全面暂停民众参访。立法院的会议人数嘛限制，嘛爱是名制挂嘴暗。行政院嘛宣布讲，6都的市长唔免出席行政院会。国防部嘛宣布讲，6月底进前，教育调级训练全面暂停。
一透早进入立法院群贤楼进前，爱先用红外线热相机量体温，才会当入去。入去会议室进前，落实实名制登记。电梯内也维护隔线，提醒民众保持距离。本土疫情升悬，立法院严格对待，提升防疫警戒第2级。5月12日起到6月7日，立法院暂管民众参访，各会议室人数上限50人以下。群贤楼、9楼大礼堂维持伫80人以下，室内落实实名制，禁止饮食。我们看立院的同仁已经开始戴起手套，有些还会戴起眼罩，所以做到滴水不漏。礼拜5月会有争议都不要处理啊，不能表决啊！一表决的话，连工作人员、连媒体加一加超过100人了。万一立法院爆发群聚感染，那怎么办？有立委烦恼，礼拜2、礼拜5的立法院议会人数恐惊超过室内100人规定。此外，中央部会也高度警戒，行政院宣布暂停民众参访，为了降低交通往来风险，即礼拜起到6月7日，6都省长甲无伫北市的都会，拢无需要列席行政议会。暂停办理了110年啊，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以前的后备军人教育召集以及勤务召集的训练。为了严防军罪感染，国防部也宣布暂停10日起到6月30日后备军人教调训练。目前执行中的教调提出，有关继续施行到该调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上大的自由运送广线公司移民者受到骇客攻击，广线已经先关起5天了。问题到今搁也无法度解决，民众是惊讲无油通用，所以美国各地有真侪加油站排队是排甲老长哦。也毋过美国官员是表示，爱大家放心哦，毋免囤油，嘛讲若是有业者起价，嘛会加重来处罚。虽然无出现明显供油中断的迹象，不过也是有民众烦恼无油通用。全美国真侪所在加油站人拢排真长。The gas stations were out of gas, or they had to wait for an hour to get gas. We never get premium gas or anything. We try to get any gas they had. 根据美国汽车的介绍跟踪机构 GasBuddy 资料，10月因为需求量增加20%，伫维吉尼亚州有7.5%的加油站，北凯罗来纳有5%的加油站汽油全部卖完。美国汽车协会表示，无盐汽油的价格每加仑将近2.99美金，是2014年11月以来新高。总统拜登预定移民者这个供应美国东花将近1半油量的油管公司，几天内会当重开，并要求民众唔通囤油。It will take a few days to ramp up operations. This pipeline has never been shut down before. It travels great distances. We expect that gas station owners are and should act responsibly. We will have no tolerance for price gouging. There should be no cause for hoarding gasoline. 移民者测试卡油软体攻击了后，适应到即马，北卡、南卡、田纳西、乔治亚，也甲南维吉尼亚这个州，拢挖靠移民者油管输油。为着缓和民众的紧张，乔治亚州到这个礼拜6进前暂停加收燃料税。北卡是宣布紧急状态，联邦政府是对供应商的土油槽用量放宽规定，并允准油管车司机工作的时数延长。美国网络安全甲基础设施的保安署 CISA 10日也提出警告，骇客攻击美国的基础建设更加激烈，需要现代化，并且投入资金也加资源应变以及未来防护。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中国有一个叫做观点新的网站哦，甲其他网站顶头和官方态度甲疫情相关的文章拢被分起来。去年有2个网站的职工和中国政府抓起来，昨2个人出庭接受审判，检方是指控这2个人侮辱国家领导人，嘛伤害国家的形象，要求法官判因15个月哦。这2个人嘛认罪了。中国网站端点称，因为备份了足侪去互官方抬掉的疫情相关的文章，网站的职工单位蔡伟去互当局指控找麻烦惹事的罪名。昨日伫咧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出庭受审，根据家属讲，检方伫咧法庭顶悬是批评2个人煽动人心、侮辱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的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并且对2个人求刑15个月。2个人是当庭认罪，也毋过法院
院还未宣判刑期。我们只想以后过那个平淡的生活。如果说不按照这个判，我们也准备打算要起诉啊。我也替他承担不了。如果说我能替他，我就替他承担。断点车网站2018年架设以来，利用几个人协力的分散方式，备份伫咧微信、微博顶悬去用抬掉的文章。去年中国新冠疫情最严重期间，就备份了足侪质疑中国官方的文章，比如讲武汉中心病院医师艾芬、科西亚的人的专访等等。去年4月19，单媒蔡伟去北京市公安偷偷抓起来，关押54天了后，才对外表示2个人涉嫌犯下找麻烦惹事的罪名。了后2个人继续去用关押伫咧看守所告答。希望大家都帮助他，看他的后半生能过得好一点了。现在只能面对现实了，这些事情你现在没办法。根据单媒的家属讲，单媒认为，若是判决结果甲量刑的建议符合，伊就袂上诉。官派律师是表示讲，为规定的状况来看，超出建议刑期的可能性是无介大。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印度的疫情是真热辣，医疗体系嘛崩盘，也毋过所有民众相信赤脚身体的偏方，甲牛尾牛屎抹伫身躯，讲会使预防甚至治病。医师嘛警告讲迄这实在是上罕过咯，抹牛屎佫有可能会去喂着其他的病毒。咱念经，咱将这青青黏黏高高的物件抹伫咧身躯顶，这是印度新冠病毒另类疗法——过牛屎。伫西部古吉拉特邦，最近有一个印度教徒，每礼拜拢伫咧牛棚做牛屎疗法，将牛母的屎甲尿染做伙了，裹伫咧规身躯，搁再互相染掉的乌罗牛母，并且做瑜伽。最后，才佫用牛磷水清气，因相信安尼会当帮助身体吸取营养，增强免疫力，对抗病毒。那确诊的人也当恢复。लेकिन जब से मैंने स्नान आरंभ किया है मेरे अंदर एक स्फूर्ति और एक आत्मविश्वास का अनोखा संचार हुआ है जो कि मुझे किसी भी परिस्थिति का सामना करने से जरा भी संकोच नहीं रहता है। और गोबर और गौमूत्र मिक्स करके शरीर पे लगाते हैं तो हमारी बॉडी उसको एब्सॉर्ब करती है। हमने जब लगाया तो कैसे वेट था, पूरा गीला गीला था। अभी हमारी बॉडी ने सूख लिया है तो हमारी बॉडी ने ये विटामिन B12 वो एब्सॉर्ब किया है। 相信牛屎疗法的信徒，也有一寡是伫咧病或者是升级公司工作的民众。有人甚至讲，家己去年确诊新冠病毒，就是靠牛屎疗法好的。牛伫咧印度教地位真神圣，信徒相信牛屎有治疗甲杀菌的效果。几多百年来，伫咧相关仪式拢会使用牛屎，或者是清洁厝内。不过医生讲，这是迷信。And there is no scientific evidence to prove the cow dung can be used as a treatment or immunity booster against the corona infection, which is prevailing. 印度的医生警告讲，将牛屎抹伫咧身躯顶，毋但无法度帮助预防新冠病毒，还佫有可能感染其他人畜共通的疾病。希望民众毋通误信偏方，颠倒伤害家己的健康。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天气是愈来愈热热，可汗嘛愈来愈严重。北中华地区继续实施送水5天、停水2天的限水措施，也毋过一寡伫广线尾流的民众定定无水通用，甚至有一礼拜只有1天有水，生活是非常的无方便。水公司是表示会先派水车去送水哦，嘛望讲黄酸雨季赶紧来，才有办法来解决。甲毛达拍开，煞是芳规半步拢抽无水，民众的厝内底全是枵袂洗的碗池，就连便所的马桶都无水通冲。若厝外大水塔本底是要滴水备用，民众煞讲因为水压伤低，将来都毋捌滴满过。多买一个水塔，然后蓄水，以备不时之需。可是我买来之后，到现在因为没水，你1个礼拜只有1天的水，我根本买来到现在完全都空的啊，因为水不够。做生理的店头家也拢感觉真困扰，毋但无法度洗鼎，就连洗食材水也要爱欠欠啊用。超过2天了，超过2天以上，对，就公事停3，差不多啦，因为比较麻烦一点，那一天要大概提个10几桶水。一透早各地头的灌水站都有袂少民众要来载水。伫北中地区的彰化市本地就咧实施送水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停水的时间是逐礼拜2、拜3。不过民众煞讲，包括民生里甲万安里这搭，因为是水管线的尾流，毋若提进前1天就会停水，也会换1、2天才会恢复供水。即马甚至佫变做送水1天、停6天。
如果你是拜4元啊，才有拖到他来啦。阮来拜5，通常拢安尼啦。它那边是属于管线末端，那三民路这边大概就是属于很多的商家嘛礼拜4来讲，恢复供水以后大概前端大概用户都在先做储水的一个动作。水公司表示，本地大中逐工支援彰化8万栋的用水，即马敢若剩无到6万栋的水量，佮加上本地就咧实施送水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水供刷尾流要恢复供水的时间就会留搁较长，就要等到5月底落雨霜啊好，才有法度改善这款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疫情警戒是第2级，国家两厅院嘛宣布讲，室内超过100人，户外超过500人的演出活动必须要延期还是取消哦。应该有64档的节目，佮有86场的表演会受到影响。若是说来进入第3级的警戒，两厅院有可能就要先关起来咯。因应疫情升温，即马开始，民众进入两厅院菜单一个入口，顶开放戏剧院1号门，佮音乐厅2号门。因为国内疫情警戒进入第2级，两厅院表示积极协调室内超过100人、室外超过500人的演出活动延期或者是取消，估计影响节目达到64档、86场，影响的人次将近5万人。现阶段防疫是最重要的，有一些档期要保留，然后让这些团队如果要异动或者是要延后的部分，我们要协助他完成。第2级警戒阶段，民众进入两厅院，爱先量体温、手部要消毒、采实联制、专程挂喙罨。不过，若指挥中心确定宣布进入第3级警戒，爱停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集会时阵，两厅院表示有可能直接停馆。当然，如果以我们这样子的表演形态，它极有可能会有停馆的可能性。两厅院表示，取消节目，民众拢会当办理专业的退票；延期的节目会搁选时间来公告日期。若进入3级警戒，内部是马上实施分流上班。记者林王庆中台北报道。国内疫情也悬，财政部长苏建仁是表示，纾困特别条例无排除要延到年底哦。另外，民众若是因为疫情无法度伫5月底之前来完成报税，嘛会使来申请分期纳税。进出银行测量体温、消毒，还有人流管制的这个机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社区感染，财政部长苏建仁讲，出入金融机构拢爱遵照指挥中心的规定，无例外。另外，这么公股行股的股东会要开啊，也会总量管制。大概在6月、7月的时候，就有一些所谓公股行股的股东会这一部分相关的人流的管制，我们都会依据规定。疫情愈来愈扩大，纾困特别条例将要伫6月底到期。有立委建议延长，主计长朱德明讲已经提案送立法院审议。苏建仁表示，公股行股纾困一直拢有伫咧做，因为纾困特别条例无排除延到年底。疫情这一波恐怕又要好久了哈，有预先做一些准备跟想法。特别条例延长到年底的话，我想我们这一部分也会延长到年底。那另外一个，这国有土地租金的部分，我们也会顺延。另外5月要报税啊，苏建仁希望民众尽量用网络报税，较莫去客情机关。也讲，若民众受疫情影响，会当申请分期或者是延期纳税。居家隔离或者是治疗的人，综合所得税部分会当申请延长到6月底。记者综合报道。高中会考拜6礼拜要考试哦，考生全程拢爱挂喙罨，嘛无开放陪考。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哦，考生若是无挂喙罨，去考就算0分哦。新北市嘛已经做好3级警戒的准备咯。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哦，若是社区感染无法度控制，应该封城就爱封城。1礼拜6要举行高中会考，伫疫情扩大了，地方政府有关防疫的战绩。台北市24个考场采取实名制，2级考场爱全程挂喙罨，也无开放陪考。由高中这边成立考生服务队到3工，考场的冷气全部拢拍开，四周边的窗仔门拍开，考用听的时阵，窗仔门才关起来。考生要全程戴口罩，如果没有戴口罩，经过劝导不配合者，该科做0分计算，等于是没有积分哦。伫食到时阵，好好提供多功能的计帮，大家伫食饭的时阵，莫讲话，维持社交距离。只要目前是居家检疫、隔离加自主管理的考生，莫去考。磅体温时阵，头下温度超过37度半，耳甲温度超过38度，就伫咧培养考场考试。一个考场上最1位考生，
那温度相关，或者是有扫的镜头，会当伫咧29到30度克。台中市政府也规划3道防疫的关卡，希望考试迄天无缺席，确保考生的健康。再次提醒大家哈，不能够陪考。那但是呢，各个考场台中市会提供考生服务队啊，因为孩子们在考场里面难免会有一些个别的状况。国内连续出现不明感染源的个案，全国建立2级的警戒。新北市长侯友宜对疫情正注意，强调已经做好3级警戒的准备。社区感染若发生无法度控制时阵，应该封城就封城。该社区感染爆发无法控制的时候，该封、该超前部署、该做就做。侯友宜强调，若是发生大规模群组感染，无排除8大行业暂停营业。根据卫福部疫情警戒标准，若是一礼拜出现3件以上的社区群组感染，或者是一天的确诊10位以上的感染源不明的本土个案，就会进入第3级的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罗东出现本土的群组感染目前阁找无感染源。县长林祖苗早起嘛去罗东的民生市场，阁有转运站视察。县长是表示6月7日之前，嘛来决定讲东元节敢要举办。市场的街路冷冷清清，路边摊头家人数比行路人搁较济。天气遮尔热，骑机车人大家人嘴暗挂暗暗。宜兰罗东疫情摊开，县长林祖苗早起前往罗东民生市场去视察防疫的做法，表示即摆疫情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坎站。目前已经超前部署各项防疫的做法。若是外界关心东元节是毋是停办，林祖苗讲6月7日进前会对外公布。即摆市场已经落实入去一定爱挂喙暗、量体温、手爱做消毒，店主也家己自主加强防疫的做法。坦白讲，即摆疫情严重，买去真正一直落。宜兰罗东爆发5例本土群聚感染，目前仍找不到感染源。虽然卫生单位已针对人潮众多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但民众仍是相当紧张，减少外出医院。像是以本地人为主的传统市场，今天人潮直接减少50%，店家冲击相当大。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也会怕嘛，对啊，就是可能这几天应该生意会比较惨淡一点，大家为了本身的安全。对啊，应该是生意会差很多。现在有在抓哈，所以那个卖东西的也有带，平常他们常常不带。乘客排队量体温才会当坐车，疫情也冲击运输业。卫生单位虽然加强消毒罗东转运站，车站要求业者拢爱全面消毒客运的座椅，也互民众会当放心。不过业者坦白讲，坐车人明显减少真济。少吃这个公共场所啊，在家一定要热水，用水洗手啊。另外，受到疫情影响，宜兰大塑业者讲，即马真侪人退订，冲击到观光的产业。对这代志，林祖苗讲，县政府会甲业者徛做伙，共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跟阳明交通顶大校有100甲100人以上学生的课已经改做线上来上课。台嘛讲，若是疫情搁再升级，迄落的课程有可能全部拢改做网络上课，嘛会比较去年的防疫措施，暂时无要开放学生以外的人数进入校园。不管是教职员、学生、校外人士，全部拢爱确认身份、绑体温才会当入校馆舍。台防疫做了认真，但疫情滚价，自5月12日开始，已经搁加调人员监测。6月7日进前，室内100人，室外500人以上活动会拢总停办，100人以上上课会改网络教学。台师大嘛已经宣布要照办。即使是人数少的课程，如果教室比较小，学生没有办法维持1.5公尺的适当距离，我们是建议线上教学的。不止100人以上上课改网络教学，若无法度保证教室通风，座位人1.5公尺以上者，也拢爱改做网络上课。有学生讲，疫情一时变甲遐尼严重，加在已经要到学期尾，影响才无遐尼大。25学分里面，估计应该有20学分都要变远距了吧？像昨天，我其中有一堂课是组织行为，然后会是让我们小组一些进行活动玩游戏，因为是现场体验这样的感觉。然后老师就是最后一堂课就说，今天这堂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所以大家好就是珍惜，然后大家就突然超难过这样。卡叔讲，疫情若搁再加悬，台就可能比较旧年未开放校外人士入校，迄落上课全改网络教学，暑假营队也会调整做法。因为毕竟台大校园太大，那平日进出的人员太多，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适当的管制。台表示，照去年的经验，已经有按好防疫安排，但疫情的状况歹溜俩，一礼拜上无会阁开一摆行政会议，评估疫情的变化，遵照疫情指挥中心做上适当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昨一口气出现7例本土病例哦，今仔日搁再增加16例，防疫提升到第2级。中华职棒统一赛伫台南的比赛哦，本地嘛要办一寡食食的活动，已经先暂停。但市长韦德嘛呼吁民众哦，出门一定爱挂喙罨。这个结合庙宇文化的设计，是中华职棒统一赛台南主场原本要举办的庙宇季主题活动。但是因为疫情升温，中华职棒宣布，除了进场的观众全部爱采用梅花座专程挂喙罨以外，嘛禁止食物件。因为安尼，虽然统一庙宇季的主题活动正常举行，但是所有卖食食的单位拢爱暂停营业。对啊，所以进来就不要吃东西啊，就暂时疫情严重的时候就禁止。因为会怕这个担心就是严重到甚至就是像去年4月刚开打那个时候状况，就是不能。就是闭门比赛这个状况，我也是还蛮担心的啦。那安尼，14就要伫台南城大举办的全台运配合活动，原本嘛有90个单位要参加，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人阵无好管制，规划甲单位搬去商业区远东百货头前的广场举办。城大商圈表示，目前已经提出防疫计划，希望会当继续举办，目前正在协调当中，会尊重相关单位的意见。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哈。由于出现不明感染源的确诊者，请戴口罩。卖食食的单位取消，台南市长黄伟德嘛呼吁民众伫外口买物件尽量包登去食，唔通哪行哪食，必然若违反可能会开罚。来逛夜市的市民朋友们，大家要做好防疫。那现在的防疫工作没有别的有效工具，就只有口罩还有洗手。那希望不要在那边走边吃。希望用外带取代内用。国内疫情变严重，各县市政府拢开始有关防疫措施，敢有法度把这波疫情收掉呢？除了考验各县市的首长以外，嘛需要民众做伙配合。记者总报道。来看桃园的警福派出所，有警察接到银行行员的通报，讲有一个互诈骗集团顶到的口座，亲像有人等咧领钱哦。警察随着赶到现场，嘛有抓到一名车手。这个人有打去报165，说他被诈骗。桃园一间银行11下昼有一个查甫人要领警示口座内面的钱，行员赶紧通报辖区的警福派出所。顺做黄福环加员警张顺基赶到现场问这个查甫人，要甲这个姓罗的车手带登去派出所调查。是谁会给你的这个赖先生是谁？我们的客户啊。什么客户？先跟我们回去派出所了解好了。警方调查了发现，伫屏东有一位受害者。接到讲是因孙来的诈骗电话，就是有影就依照伊的指示汇20万到指定口座，要阿朋友甲伊提钱，才发现代志无写到。下昼3点向屏东县警局内部分局报案，下昼3点25，桃园警察就接到通报，讲有人要领警示口座内面的钱。本所接获金融机构通报，有警示账户欲提领，现场员警了解过后逮捕，并移请侦办。警方讲。警兵连线阻止诈骗成功，车手当场被抓到，案件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哦，有一个少年查囡仔因为钱袋啊碰见向派出所报案，结果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大个说提这个查囡仔到底是几岁来跋筊哦，佮用手机啊甲过程拢起落来，传到群组顶头。代志逼出来，分局长是出面回释的哦，这个事件冇8人受到处罚。我们猜这个报案人的年龄。伫警员警坐伫派出所边，佮一个少年女子，全部的人摕伊的年纪来约，啊，佮员警摕出这个警用小电脑，互女子来操作，啊，伊家己宣布答案，规个过程拢用手机录起来，最后佮传去你一个毋是公务的群组，内底有40名所来的同仁。你同意吧？你同不同意啦？可以吧？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7号，东港有同仁认为无妥当，甲督察组反映。29号调查报告出来，分局认为警用小电脑互报案人用是违反着规定，现场状况嘛损害着警察的形象，加员警记过之外，违规的员警嘛记新改，政府所长嘛连责。对警域是非常严重的影响。那 M-Police 就是请这个民众自行输入身份证号码，来确定他的年级啊，这个也相当的违反规定。观感不好啦，这样可以吗？观感上面的问题，就是也会让人家不太舒服啦。
市警察局表示，这个行为伤害着警方的形象，因此处罚比原以为佫较重。不过，防处罚的员警嘛，当讲出家己的心声了后，才来确定。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今年办机会大开哦，明仔是世界杯，嘛造成有一寡囡仔过敏，有住伫婚林高内的民众就向民代来反映哦。婚林县环保局是要求地主爱伫6月初1进前来改善，若如无改善哦，就会使罚6000块。洒水会好一点吗？那么考开的猫咪会明仔随着放世界杯，后规个徛在门口和边仔道路拢是。有住婚林岛内的龙凤里面表示，近期拄好是猫咪会股市放开期。世界杯的明仔一家安那扫拢扫袂清气，甚至造成2个囡仔引发过敏就医，已经影响到生活。每次来到夏天就是这样，像雪一样这样到处飘。那目前社区已经有2户小孩子已经送诊所，因为呼吸道过敏。真的很不舒服啦，就是你在吸空气的时候有时候会吸到这种棉絮，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当地社区表示，猫咪会明仔已经困扰社区几啊年。只要每年为4月底到6月，真侪大户拢苦不堪言。对此，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接到定钱以后，目前通知地主，要求地主在6月1号前来改善，无将会来开发。如果他还是没有去做这个改善的话，我们才会就后续就会依照这个非吸入清理法的部分去做一个告发了当然，如果说我们告发之后他还是没有清理我们可能就是会依照这个按次之后就发现再继续一个裁罚，是大概是1200到6000的一个部分。环保局表示，告发标准是明仔是否影响到大户生活，建议地主未来等第一猫咪会股市正式开前，委托专业人员进行股市版图的作业，避免影响到大户生活。记者为你报道。高雄新上国小站中昼有大约60个学生手甲脚拢起痒，阁有10个起青毛。后来是发现讲，这个学生可能是对营养午餐的水果甜桃的幼萌过敏哦。今仔早起嘛，甲长春的甜桃送去检验。一袋一袋青中带红的甜桃，看起来真好食，想袂到说可能是造成过敏的原因。新上国小11号中昼食饭了后，陆续有60名学生因为骹手会痒，向健康中心讨病假。其中都有10个人起红疹，因拢分别食过也是摸过中昼长的水果甜桃。就触摸到甜桃，他就觉得他身体有点痒，所以他就去健康中心拿冰块。那陆陆续续就1个、2个、3个这样子，大概有10来个孩子，对，到健康中心，最主要都是主诉说他是痒的一个状况。医师检视中昼肠的内容了后，表示，迄天中昼肠并无高过敏的实在，而且有摸水果像水蜜桃、奇异果也是甜桃等等，确实较有可能有过敏的状况。不过主要是食了后过敏，因为摸到过敏的状况真罕见。避免它去抓，导致说疹子会越来越范围会扩大。所以虽然说可能对于急性的疹子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但至少可以避免它进一步扩散如果真的荨麻疹比较大片不好控制的话，还是会建议就是家长就近带到诊所或医院。过敏的学生目前拢无大碍，新上国小嘛表示，无食了的甜桃已经全部回收，分别由校方甲厂商去送验，确认甜桃是毋是有重金属，也是其他造成过敏的物件，来厘清相关的责任。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法务部之前甲造书流传罪修法草案送到立法院，民间司改会今仔是批评讲法务部已经拖东外了，因为最近修法的期限特别到了，才赶紧交作业。嘛讲这草案的条文问题是真多，呼吁立法院爱斟酌审查。民间司改会伫12日专家学者开记者会，即期法务部所提出的吊销毒药修正草案，修法伤过啰嗦。因为伫2年前，大法官就讲，主管机关爱限期修法，严过法务部到法院修法的期限，才函上草案，真凊彩。他却拖到最后一刻才推出一个非常粗糙的法案。那行政院或者是法务部他们在想什么？他是要逼立法院要吃下这个粗糙的法案吗？民间司改会批评法务部的版本，无针对毒药能力清楚的界定。民众可能解读诚济，无用离开现场。因果留伫咧现场无作为，或者是已经打电话互救护车才离开，敢无算盗药？法务部拢无交代。专家也讲，道路交通条例拢比这边的修法更加严格。
说有的是学生要去考试，考国家考试，或者是说呢，今天真的有什么紧急状况，那他到底什么情况之下是不会处罚的？这个在现在的草案是完全没有处理的。所谓的留下来处理，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法务部行政院的版本，它仍然维持过去的这个逃逸这个用词，这个更是不明确的一个用词。法务部版本的草案法人批评有真侪缺点，民间司改会希望立法院唔当照单全收，怎么就要检讨法务部的版本？不过同时要伫咧5月底进前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内政部规定，原住民开户传统的族名，嘛是爱用汉字来翻哦，袂使直接用族语拼音。也毋过，原住民的团体是认为这违反宪法对姓名权的保障哦，今仔嘛向内政部提起诉愿。要求族名单列，尊重原民文字。大声向政府发声，希望政府修法，让使用原住民族文字拼音出来的族名，会当单列伫身份证顶悬，毋是即马以汉名甲汉字音族语名并列的方式。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名字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强加在另外一个大家看得懂的一个主流文化底下？大家只觉得说我只承袭汉人的名字，但是其实我有一个名字叫做尤西古，是我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特质的人。前日昨晚鲑鱼之乱引起对姓名条例规定的讨论。来诉愿的团体表示，原住民的姓名袂当单列一再被诉罚，再去原来有原团体甲学者来声援，希望可以用原住民族语的正式的拼音来呈现我们在身份证上的名字。但是我们这样的要求都一直受到忽视，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进到任何的讨论里面。姓氏的概念在原住民的传统社会里头，并不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使用传统姓名，是因为姓名条例是以这个名字来规定的。7个原民青年向户政事务所以单列族语拼音的形式申请恢复族名，去互人驳回了后，12向内政部提起诉愿。因为这个是诉愿书吼，我们会转给主管机关。原团体强调，即马以汉字转译族名，真紧造成意义的误解，违反着宪法对姓名权的保障，也违反着原住民族基本法保障原民语言的精神。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原住民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因为航空巴士无够，第4当前委托民间以爱心客停车来补充哦。也毋过最近标着爱心客停车的厂商，所互员工指控讲小款是一直款，司机是拢表示讲因无要做咯，这嘛会影响到花莲26000多位身心障碍者。将车顶的爱心坐车卡感应器拆落来，10多名花莲爱心客停车的司机拢表示无愿意阁继续为宏观服务，因为因逐个月钱拢互公司拖，莫讲饲鸡生活，连加油的钱拢有问题。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拖到我们的款项了，在之前也有多次拖到我们的款项。那这次皇冠呢做的实在太过分了，那常常也片面更改的合约内容，也常常片面的更改付款时间。也常常片面的更改我们请款的规定，造成我们司机非常大的困扰。花莲县的爱心客停车是关乎伫2018年所设，目标是弥补偏远地区大众运输工区甲航空巴士的不足。特别厂商是宏冠客停车公司，目前有12台爱心客停车全部退出，一定影响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全县有26000的身心障碍者，属于重症的这些，他们还是会搭富康巴士为主啊。那选择计程车搭乘的话，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他尽快来递补这些司机。宏冠客停车公司无愿意出面回应，也不过根据知影内情的同行私下表示，会拖延付款主要是宏冠内调司机普保里停，目前官府当协调业者甲司机会谈，也不过身心障碍者买坐车恐惊只有航空巴士一般客停车将无坐车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客家的三庆社区哦，有一寡人是真用心的陪伴老大人，佮为因来设计桌仔耍，或者老大人会使一头脑才袂退化。打真流行的桌仔顶的游戏，令阿公阿妈嘛做伙耍。台南三庆社区为着训练老大人的头壳，设计这款爱算数学佮要合作的游戏。老师表示讲，这通增加因的人际关系，佮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透过这些数字模拟说这些都是钱。长辈他手上的钱绝对不够买老师手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要彼此合作。当他们在彼此集思广益、彼此来合资的时候，他们就会刺激到算术的功能。另外，当他们彼此合作的时候，就会增进人际交流，还有问题解决的能力。106年开始，政府推动长期照护2.0，三庆关怀据点的活动是受到侪侪肯定，有人有桌仔顶游戏，佮有唱歌跳舞。大概是算甲真欢喜。06年开始哦，咱政府咧推广这个长照2.0吼，这长照2.0目前推广较进吼，受到大家肯定啦吼。这除了平常时讲到一寡老大人来这做运动哦，上课以外，拢中老时拢直接共餐啦。阿公阿嬷算甲笑嗨嗨，社区用心设计的活动，互长辈真期待来这上课，和大家做伙来享受养老的时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金沙里社区有种真侪花旗帽，某一条花旗帽的步道已经真做是金沙里的地方特色。芝麻花灯的大开非常的美丽。网络顶头有真侪人拢会了解，嘛有真侪游客来这看花。一阵风吹来，粉红色的花摇来摇去，就像海影同款水架。这是最近真出名的台南西港花旗帽步道，为咗民众来这看花翕相。不过，这路边哪有这么多花旗帽呢？金沙里的经理就讲，因为伫5日当前的农村再生计划，伫怎啊来推广种花旗帽，迄当阵真侪居民拢来种，才有即卖美景。只要庭院有庭院想要种的，拢会当来种这丛树啊。将咱整个社区的这个特色拢可以赶快所以希望讲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金沙。花旗帽也合作白地樱花，因同款是粉红色的，不过伊花较大蕊，花期嘛较长，免爬到深山内就会使看到那亲像樱花的花。空中林是怎啊来头一个种花旗帽的人，伊讲花旗帽真好顾，唯一的缺点就是惊互风扇倒去。这个树较千斤，较千斤的情形伊顶悬伊的树叶佫非常的茂盛，足大棵，所以只要风台来，事实讲风台来，阮就咧烦恼啊。所以阮即摆一直咧困扰的，就是讲要安怎来甲伊做好伊的防护措施。这个花旗帽步道是区公所居民和义工辛苦打造的，民众看花就要会记得维护附近的环境，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这么水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恒春半岛伫15当前开始发展生态旅游，有一间屏东科技大学学生是对老师来到三港社区。2012年已经毕业学生成立里山生态嘛甲恒春在地11个社区做伙来规划生态旅游的行程。今仔暗时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了解这顶少年人的理想，甲因是安怎带社区行出一条无同款的路。来到恒春，第一印象是海上活动，是人叉的垦丁鸡仔。但是大家敢知影，恒春半岛有9种生态系，而且有松林、有草埔，也阁有沙漠生态系等等。嘛，因为这丰富的自然资源，2006年开始，垦管处积极推动生态旅游，今嘛已经有11个当地社区加入保育经济的行列。其实很多游客是以前他们可能来恒春。那只是为了去海滩嘛？那可能慢慢的，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去，也可以走入自然。屏东科技大学松林系的陈美惠教授，2006年带一群学生投入生态旅游的辅导甲推广。毕业了后，林志远和这同学成立第三生态，和永续生态理念继续正做地方共识。但是生态旅游不是简单为着保育甲创造收入，嘛要照顾在地居民的生活。生态旅游的精神，就是讲，你的收入内底，你一定爱提拨一部分。那社区有这笔费用的时阵，伊就会当去做介济对社区有利的，比如讲关怀据点，就是一项。热人的恒春半岛是旅游的大国，但是若到小国收入就无稳定，这嘛是少年家离乡种工课的原因。不过生态旅游无分四季，规年通天拢有无共物件通欣赏。嘛希望生态游览的发展通吸引愈侪在地少年家回来家乡为地方发展出力。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屏东县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